先來看這個美克拉風台呢，是甲這西南風甲扣入來，所以高雄今仔日一個天光就開始上大雨啊。旗山的真儕所在攏淹水，南州里是淹到半個臉啊遐爾懸，因為民眾厝內咧也無去淹着。另外，這裡林溪呢嘛是因為落大雨，溪水已經漲懸，有2座橋即馬已經封起來，也毋過這部分的工程呢，一寡基區攏已經予淹去，加在人攏平安。民眾了水無應該過貼不關，因為厝內底已經規個做水災。高雄旗山南州里的雨，25自天也未光就開始規通道，水下袂離，若車路淹到半個臉啊懸，真儕徛家厝內底嘛攏做水災，民眾沙包、炸水棒攏提出來動，都驚雨南停，水會淹過較懸。應該這是雨落了傷大啦，一時就落，對個早啊12點開始落到降時，已經排袂離啦。這個雨如果持續下的話，它的抽水站也沒有辦法。功能也不夠啊！同款淹水的，還有田寮的中德里，因為二前溪水漲起來，溪水灌起來橋面，包括中德橋、美羅橋，攏緊急封橋管制。其中美羅橋邊的市地戶是趕緊甲地啊趕去2樓，溪底當咧做保環工程的包廂，一寡大型機具袂覆刷，怪手刷抓車攏淹去，加在人攏平安。我們在鄰近的雨量站其實還沒那麼大，所以說就。早上來大概6點多來的時候就已經就是淹上來。鄰近目前就是講降水起來，阮就是施工啊，因家最重要攏走去2樓，攏帶人因社區人，馬上這個。氣象署針對高雄地區的平地以及山區發布了大豪雨特報以及大雷雨即時訊息。這波降雨將持續一路到26號晚間。直到27號的上午，整體雨勢才會逐漸趨緩。因為風台甲西南風吹入來到中晝進前，高雄的雨已經超過350毫米。市府緊急成立應變中心，氣象站提醒，高雄各地隨時會上大雨，民眾一定要提高警覺，注意防災。記者柯家族邱朝陽高雄場報道。